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大家就知道，台湾啊，是农业王国，农业王国啦，种出来嘅农产品全部就喺一点站。福起来嘅咩手机也非常多，唔管係青菜呀、果子呀都。唔過吼，有一句話唔知大家有聽過冇？就係吼。大蘭用途及台灣，韓國拍布棚嘅用途及大蘭，古時候就係講啊，台灣啲苗栗大蘭有隻蔬菜，有一類蔬菜按到拍布棚，拍布棚有隻沙琪啊，種出來嘅用途真係非常嘅好食咯。古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，怎麼嘅嘢大蘭嘅用途好會按有名，怎麼嘅嘢拍布棚嘅用途會按好食咯。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位來賓，先來分享你對拍布棚沙琪來嘅花枝阿花枝分享。今日我係阿花枝，今日同歡喜來到呢個蔬菜。好，分享阿花枝來到也同大家來紹介下拍布棚嘅用途。接下來阿花枝佢今日唔單請13年來，還帶家研導嘅來嘅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，有種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蔡有種，今日同歡喜來到了。好，分享兩位吼來到呀，阿花枝啊，冇緊張啦，今日我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吼，大蘭好食嘅果子。其實nhà豆腐卡唔單槍有種呀用途，一開始係先講用途，唔過唔單槍用途聽聽咯。其實nhà豆還有種其他動度嘅果子。係，nhà豆還有種葡萄、泰梨，還有蘑菇乾，個還有真好食嘅nhà豆嘅地方嘅青菜，而家講嘅。像個橄欖菜筍是真好食的，拍布棚。橄欖菜筍都好食。除咗也得青菜呀、果子以外，全部就係nhà豆去個農園種嘅。唔過其實像你客家人啊，唔單止會去個種安尼果子呀，其實咩會去個滷豆嘅東西，也係講做豆嘅菜乾啦，加工嘅農產品，nhà豆腐卡咩要來做？唔像係度，係咪嗰種青豆菜啊？像羊頭啊，像有較無安好，人就拿來做啲嘅羊頭乾餅等，係咪乜？識錯噶，老人家講啊，羊頭對人哋氣管是真好嘅東西啊，所以人做啲羊頭乾，人做啲泡茶，泡茶餅個茶檔嚟嘛，做啲水茶，後年頭那冇爽快，就做啲拿來嚟嘛，嘿，茶，像青菜部分啊，你像人一般哈，係咪人哋玻璃菜啦，係咪？就有時會盛產啊，開出嘅時節啦，係，人就拿啲嚟做乾，做起來鋪墊啊，像蘿蔔乾啊、鹹菜乾啊、竹筍啊，呢啲東西對人客家人嚟講係人哋會專長，人哋客家人先會做安尼菜乾，要個做得好食，要用手工做嘅，要用沒有防腐劑啦。對人哋身體是真好嘅東西啊！其實我知道阿花枝也好同大家分享嘅，就係頭擺螺絲，對，係種下，其他豆有乜嘅東西食唔起，就會用其他豆嘅方式，用其他豆嘅螺絲粉來做出其他豆東西。嗰種亦係一種成番方式嘅分享就錯咧。唔過咁樣嘅，花枝，啊，唔會打傷到呢啲東西，係咪講當人採訪嘅時節，人就聽拿出嚟。做嚟就用啊，係唔係說啊？你聽，冇錯。有啲老人家佢哋會頭腦真好。對，都一下行做啲本人繼續來用呀老人家嘅老智慧，也係當重要嘅。唔過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嗬，唔單止也有老智慧，也有生活方式，還可以來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用途。韓國今日面頭前就有兩盤。無共用嘅用途，其實也係兩種無共用嘅品種，錯冇？錯。有一類呀，我兩盤先拿起來，俾大家來看一下。一類看起來，嗰個色冇嚇黃，錯。韓國也色冇嚇長，嚇拍。錯。嗰個呀，一類係本土種，一類係馬來西亞嘅品種。各兩種。跟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哪一盤係本土種好誒？做樹上拿係，做樹上講嘅原生種。
这个是哦，也係原生種哦，原生種，我老豆也看起來較拍較正啊，係老豆佢係改良嘅品種。哦，唔係，佢係原生種。原生種也嘅特色係嘛？嘅外觀來講，佢就平平。啷啷，它冇嘛嘅，它冇做紋了的，安尼嘿。本人看以後就冇安定印象啦。我識以後佢變嘛，繼續靠實，佢較濃油，加個肉是油油的，識以後當好食，嘿，啊水分咪清少。哇，真係唔係像水分當中，因為其實我冇按好食用途有種果子，因為啲老闆買東家買到。沒種好食咧，就可能真的唔敢還會再加梅粉啊。係，一般啷個加梅粉加鹽。對，唔過也食起來當香當甜，水分又多呢。哦，也係笨蛋，你台灣原生種嘅。對，其實講以前講嘅黑面菜就是用這個做的，對。哦，台灣最有名嘅用途水就會用亞種。係。接下來上來馬來西亞嘅品種，做乜嘅要愛來引進台灣來種按用嘅品種？嘛唔係伊做老人家，佢就講哦，安尼種啊，較耐病啊。哦。佢比安尼原基嘅安尼原生種較耐病，佢肉絲又較硬一些咧。原來佢南部嘅係安尼切基嘅，切基就你就講嘅硬頸啊，較硬慣嘅。啊，安尼拍布風嘅種都冇咁樣哦。係原基嘅，伊種嘅就乜要引進嘅南部嘅，安尼切基嘅，乜要帶進來。原基、硬基全部都係馬來西亞嘅品種，有兩種都係馬來西亞嘅品種。佢喺無香樣嘅地方種出來，個個都無香樣啊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古時候其實有兩種，做乜嘅兩種都愛種啊？呢兩種愛種嘅原因，其實因為馬來西亞種佢本身佢唔會掉果，佢開當用，按個果實佢唔會掉。哦，原生種。它唔會掉嘅意思是它唔會生果子。對，佢開發會落果啊，會跌態啦。啊，原基嘅即係原生種嘅部分啊，原生種佢較輕掉果，所以就要用佢原生種來加有果花，所以說它兩種就必須要存在，它做的果會更多。嗰時有兩種係用下來教化。對，係主要係教化用嘅。哇！一開始用會想到講愛按用來原生種，然後馬來西亞按用富祥。我感謝以前老人家，因為後生嘅講實在係嘛唔低啦。哦。接觸下來家老人家所安尼傳下來教引導怎會曉得做安尼咁嘅，就是嫁接的部分係安尼方法來做。唔過阿耀仲做啲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冇？新來也馬來西亞品種同台灣本地嘅品種，而自家食起來，也係講自家種出來，你知道幾兩種有哪條冇共用？我平常乜冇講動手用咯，因唔過我就自家種嘅就可以留，冇擺就冇共啊。我亂枝楊頭就會較對原基嘅較香啊。哦。馬來西亞就會較甜啦。啊，食物較好看。啊，人家愛拜拜。就會想用馬來西亞，啊，可唔可以講講馬來西亞？因為接受度比較高，就是大家都拿來拜拜，不是說，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這個這麼好吃，所以這個比較漂亮，然後他就拿來拜拜，就會這樣交叉，就是有澆花的效果。原生種食起來就係較好食。對。唔過也馬來西亞嘅品種看起來外觀較正。哦，原來係咁嘅。啊，剛剛還有講到嘅硬基嘅，硬基嘅品種係南部嘅蔬菜，適合南部嘅氣候。哦，咩有拿過來食種過？有，乜是有一年，然後從我有產銷班，乜去觀摩，乜去南部觀摩。觀摩嘅同時，我哋乜要到原住土。有土就會發風嘅狀態，乜要接，接嘅過程到第一年、第三年，後面其實開始開打，開打也是，發乜油啊，唔過其實唔會掉過，一直到2年乜控藥，因為應該係因為佢天時嘅關係啦，佢會開發唔會係個天冷嘅關係，所以講到呢下來講，我就南部接上來嘅嗰條種，我就呢下長乜要咩淘汰睇咧。原先係乜因為我哋睇緊乜因為講，係咩時間？係廿幾種嘅較硬，咩做得來教法看啊？係咩可以會個較好？結果都未想吃到，還是按到呢樣嘢個較好。真
真嘅，其實可能冇區灣嘅蔬菜，聽說都有幾適合嘅品種，像呀羊頭，當然喺南部喺熱嘅氣候都有適合佢嘅品種。韓國吼，就像台灣自家就有嘅按用嘅野生種嘅羊頭，食起來雖然有一絲絲嘅酸柔，唔過佢酸香嘅味道。對，佢嘅味道幾較清甜。佢唔係講真實，像人哋糖啊，人哋。清甜安尼啦，佢唔係，其實清甜，有跟你羊頭味真實的那種味道，吃起來那種感覺口感完全不一樣。馬來西亞就安尼，它的甜味很夠。對，就是這樣。懂水，它色澤也漂亮，它定顏色啦。對，嗰種各有各嘅用途啊。你係講好食啊，有一些酸柔香甜嘅味型，你就做嚟來食野生種。唔過你係想來食啊，當甜嘅、清甜嘅就做嚟來食呀馬來西亞品種嘅。哦，正經頭擺吼，盲食個按道嘅用途，冇注意個按道知識咯。唔過還有韓卡到嘅內容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喲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演員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好苗栗大蘭嘅羊頭，真係非常嘅好食。因為當家片都會買到啊，食到嘅羊頭啊，就是唔會痛啊，又係講唔會食啦，唔會欠好食嘅時機來食，故我就當家會食到唔好食嘅羊頭。不過今日後邀請到專家，我同大家來小嘢，就係ND發展農場來嘅阿發子，韓國嘅來邀種來同大家分享。剛剛有講到吼，其實吼也羊頭嘅品種有當多，所以同大家分享到冷知識，大家唔知嘅知識啦。唔單止安尼，其實仲有種羊頭所有嘅農產品、農作物都會有병蟲害。比如講，像羊頭好誒，佢可能會有那條蟲誒，會來咬佢，也係叼佢。哦，我講羊頭的部分嘛，可是你開發都結果的事。如果開發的時候啊，你講冇去預防嘅咁嘅，就譬如講刺的啦，嘿，就是搶蟲，那喺冇去預防佢嘅話，結發啷會被實體就冇過，係就冇打過，所以講可以預防安尼。啊，嗰個聽一點，像按用搶刺嘅，佢可以用嚟預防。一般就用像我們的農藥啊，它有它的，像我們做雞眼脯，佢當然給它批好的藥嘅，做唔得做用給它雞眼脯外嘅藥嘅，好，啊就一般所以按嚟預防的，啊過來幾定都幾黑過嘅事啊，好，就愛預防鴨鵝嘅，鴨鵝佢會一彈，哦，係掉到，係掉到就會一隻豬孔，豬一隻孔，你定到係太粒嘅事，就一隻孔嘅，賣上豬來，啊個較太粒嘅事。等到佢差唔多，然後包嘅時啊，後面嘅皮就較軟了，都較軟嘅時，個人又來了，因為佢開始要有香味，有香味嘅時，佢就開始，香氣佢就會來，又會動態就會綿態。哇！所以講，種羊頭，你一定要步驟，迄個冇去做到嘅話，當輸成都冇好，當危險啦。啊，當按要按太了嘅時，差唔多要。按用像爆胎嘅一定有效冇？有效，啊唔過唔愛一天夾羊頭嘅東西，唔一天愛等到佢，夾成熟度又多，真做得飽起來。啊，你做唔得一開始有夠製作啦，做唔得，不行。係，你最冇愛搶亂按太粒，啊又搶亂按太粒，唔真做得飽。係，啊唔都飽起來時，又還有那個一種嘅病蟲嘅衍生，係，飽起來因為天時熱，熱公卵會落去，會轉到地位去。熱公卵。葉公卵係一種蟲誒，葉公佢會爬落去地位鵝卵，鵝卵就產生嗰個棉皮齒，佢就地位啲寄生，啊就變棉皮齒，棉皮齒佢就會變到規粒嘅羊頭啊會變腐蝕，它會吸它的羊頭的地頭咁樣嘅水分，水分被除退的時，嗰條羊頭就乾態就不好，啊規下會糊就冇好。韓國你可能套在那個胎嘅地度，你又看唔到。對，係啊。哇！係麻煩哦，冇法度啊！佢從細粒就一天都飽起啦，所以講啊，人行人接問問啊，有啲羊頭咁要安全，係養，我哋會來解釋個，唔放心食，因為我哋羊頭本身細粒就飽起啦，我哋食藥嘅時，
做细粒较有些干的，就是一般的农药啊，就是杀虫的。对。但都唔保落叶子，全部叶面嘛，维护叶面而已啊，所以叶面它的保护而已。对，其他都没有。本身哦，因为用头面是树诶，树诶会有偏虫害吗？会有。哦。树诶青姜就姜。应该讲嘅係天牛啦，天牛就是乜嘅骨嗰種太雜嘅，對，當太雜嘅，結果啲嘢調控豬體咯。哦。而做嘅話，較無咁嚴重，啊，你2年嘅唔啲鹽要填10年。關係你嘛解，你2年嘅豬嘅貼片嚴重。因為佢樹嘅豬孔係個姜會鵝卵落去，係，結果入面鵝卵落去，啲地會寄生，啊寄生，攰下佢留嘅水分吸乾嘅時候，整棵樹，豬孔，對，係。啊，幾頭樹誒就開始就慢慢的一直凋謝，都未向天就趕太。啊，像按用嘅山藥個按用嘅來防治。到目前還冇有人有發現，沒有辦法。之前嘛有人用講啊，用像嗰啲農藥啊，用海綿啊，綿嚟攞個孔塞的。哦。咁嗰啲蝦蟲係當箭，係攞無孔嘅，簽唔到孔嘅，所以講都冇法度自己啊。都等於自生自滅。頭擺有聽講人講用做嘅膠誒，有冇？原先嚟做膠誒，落去撈蟲嘅膠出來。而做係做得，不過人家簽唔到孔咧，他就不知道是怎麼，好像他會把洞縫起來。這麼厲害！真的找不到，只有看到它吐出來的粉末而已。哇，嗰時真係係講頭拿通。對，係啊。就像一開始阿發姐講嘅，人家都有做這個機緣譜的認證。那我沒想到門一下有做，呀，他太部分係你接手管理不卡嘅農業，人家不卡用嘅農法偏用嘅農法。因為用藥是必要的時候一定會用藥了，但是因為說現在很多就是有機啊、友善什麼的，就是會把一些用藥就是太不必要的，先把它減緩，是這樣嗎？就是農藥其實它沒有這麼恐怖，它的有效期過了就什麼都沒有了，就是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會用，對，就是緊要的，就是緊要關頭那時候我們還是會用它，然後到後來的話，就是我們會用一些微生物菌啊，或者是生物防治啊，對，像果蠅就是用費洛蒙，然後就是生物防治的方法。它生物防治，費洛蒙就是那個噴個黃色黏黏的，它就會被吸引過去，就被黏住。對，很多都可以用那種，或者是一些微生物菌啊，就像我自己會培養一些微生物菌。微生物菌要怎麼樣來做培養？比如說像有一些菌種啊，也是附近的，就是像我有培養一個光合菌的菌種，對，就是從玉興農法那邊學來的，就是那邊有個孫慧欣孫爸那邊學來的，就像那個菌就是可以，比如說可以殺一些細菌性的病啊什麼的，細菌性的病，對。故說可能用這樣子的天然的微生物的方式，你就不需要特別去用農藥，針對這樣子的細菌就比較不用用農藥，就是可以減少很多次的用量。哦，做些減少動豆白。對。哦。比如說，如果說肥料的話，必要的化肥一定還是要下，因為你如果說要用全部有機肥的話，那是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一些重要元素我們還是要給它，然後大部分我們都是用有機肥的方式來管理。比如說市面上的有機肥之外，我還會自己發一些菌肥啊，比如說像蔡18菌啊、古特菌啊，或者是栗花菌啊什麼的，龍鱗菌之類的，就太多了啦，就是不同時期我會用不同的菌去給它，就是增加它的有機質啊什麼的，就是它可以分解。比如說環境中的一些東西，哇，然後就是用草生栽培，對，盡量用它自然嘅方式，雖然還是有用藥，但是我們是其實社會時間多誒，它這個藥效過了，其實佢就會動健康嘅。不過其實你用啥種東西全部都有看樣，因為時間沒愛食，故所希望盡量做得冇必要的東西，它少用安樣。不過我聽講阿發姐一開始啲嘅種嘅時間，你就有啲嘅接觸按用嘅有機嘅種子，有差不多1-20年前，幾個有機嘅開始做天呢，這 MOA 的是輔導我們是第一班，哇，我們就加入了他的班，以前就開始，差不多1-20年了。哦，嗰時
其实我哋嘛唔晓得啦，那时候只是做一个蔬菜那个水果产销班而已。有一个郑博士啊，他就带领我们进去有机班。我们也做了好像5、6年有了。可是就是觉得一路走来也其实蛮辛苦的。因为有机真的无安简单。我们当初也是开始都是自己堆肥，也自己发酵一体肥料，所有的过程都是由我们自己亲手去经手，全部自己做。做了5、6年下来，他那个感觉的话，好像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上市，可是。水果样子就是不是那么漂亮，因为有机耶。你又一定不能用药或什么的，做出来的东西相对的决定是不是那么漂亮？去到我们的有机市场的话，接受度可能就不是那么。因为有机的市场就係夾嘅價錢會較高，又較高，東西又冇按價，所以講做差唔多6、7年落來天咧，真辛苦，都未向。講較難行的話，因都嘛無法度個繼續落去嘅啦。假使問果啊，比一般傳統嘅假皮個假皮，因就買出嚟東西又冇假皮，所以都未向只有做到傳統市場。我們做有機東西賣傳統市場，又賣一般嘅價。對，所以講都未向，就只好自己退出了。退出過後，我們就做吉園圃。對，吉園圃還係因為人家本身農經地度，還係有這個做有機的理想。對，我們有，我們有那種理想，對，有想要盡量減少。對，可是做到最後面，好像我們走到最後面，農藥就是盡量減量。讓大家吃的可以安心，因為我們本身也要吃嘛。對。走到後面。還是走回我們的農會的吉園圃裡面去。不過因為其實也有當到環境、當到條件嘅限制，不過還係想愛留清好嘅農產品來同大家分享。對。像也就比如講，像今日還有帶啊這個楊桃乾，楊桃乾當只可能係因為較濟嘅果子，也係講有乜嘅再個利用。係，乜唔係講較濟果子啦，像。一般來講啊，太不會賣新鮮的水果啊、草莓。你在正盛產的時候啊，我們就會把一些比較沒有那個顆粒沒那麼大的啦，或是說賣相無按好啊，就做一些關係，後面做啲保存起來，乜拿到泡茶以外冇啊。老人家講嘅楊桃是對喉嚨是清好的東西呀。真健康好身呢，呀就出夾洗澡聽聽嘿。你目前你話宇宙可以用洗澡，不過你哈無法度用洗，因為污染太多嘅，我哋全部都是委託人家用烘焙的方式，烘乾的方式，有再過加糖冇？本身其實冇加糖啦，有加鹽啦，有加鹽，對，有加一啲嘅鹽。食起來味道當好食咯，韓國有嗰種果乾又越臭越香嘅嗰種口感，韓國唔單止安尼，還有韓卡多嘅用頭知識，還有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，今日阿權妹好同大家來分享，你苗栗大蘭嘅楊桃，上來後也楊桃去那部一樣嘅拖，將拖到好食咧，韓國一樣嘅切，一樣嘅食。全部都有太好滿哦！今日就來同大家來分享，錯冇？阿爸姐，嘿，你一般啊，因為從一開始你切本來食的呀楊桃，就係切呀一條一條的。不過當家回去都會看到嘅擺盤就係擺個切星星狀嘅，怎麼個搞大家愛用切一條一條的呢？一般來講，大家食的都係星星狀冇錯，星星狀其實較好看啦，我哋正常來食楊桃的話，因為佢纖維嘅關係，所以我哋攏會切7條的，7條的食起來較軟。古時候係照夾嘅纖維，係錯，夾纖維，照夾嘅纖維嘅紋理去切的。韓國人就以前會留腦背也熟。係順行嘅切題，因為佢本身它嘅較實。呀腦背嘅會較實。對。古時候你按用切一條一條嘅地度嘅形容嘅噻。唔係做地拿來食啦，咩做地拿來食？對呀，點樣樣呢呀？咩做地拿來食？古時候就按用切，按用會有6條就錯嘅，5片果肉，然後1片鹹。唔講聽講人哋啲個人係有另外一種含卡出汁、含卡過癮嘅食法，
很用的是米香一熬，米香一熬，这么跟很爱 T P 讲米香一前面面做无按太啊，米香较拄好啊。哦，故说阿 Q 妹今日要来示范一下米香熬嘅按钮嘅快感，很过瘾，糖果很过瘾，会爆浆哦。是啊，会爆浆。阿 Q 妹来试看啊。哦，真劲动好食！哎呦，阿 Q 妹无乜嘅形象吼，啲天司机条件是要用到。古说人就啲个人真劲，我按用贵了要拿来食。系啊，真劲的呀。真劲哦！啊，后尾呀，糖果呀用途嘅后节，然后前面嘅节，米线咪无共用，系按用冇？系。米线无共用，哦。因为用途佢本身係倒雕。倒雕像按用嘅。嘿嘿，佢係倒雕，所以咁米香我較甜。哦，古說呀。記得咯，喺南北吼，迄說嘅用途嘅時節，迄講有人切星星狀，愛通米香嘅較甜。按用冇？係，試試就會按。迄講而且條狀嘅話，佢就冇得拖嘅啦，幾條就會識得啦。唔過迄講看到切星星狀嘅，愛記得拖下米節咧，食起來較甜。啊，迄講會去到尾愛買嘅用途啊，去市場看見外表愛用嘅來拖好食嘅，要種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就是挑那個果肉，對，比較飽滿的，比較飽滿的，感覺像胖胖的。哦，看呀，它皮耶，看這個地方要比較胖的，對，對，比較飽滿。還有呢？還有就是顏色呢？還有叫個色水較暗沉。哦，看起來色冇較沉咩，比較暗沉的。對對，唔是以前嘅講嘅就錯嘅啦。哦，那還有其他做得來判斷嘅方式冇？其實用途嘅話哦，人就真是那個愛食較好食咧，人愛先較細粒嘅。較細粒嘅做乜解喏？因為人哋用途本身佢吸收養分喺種樹頭上去，人都樹米推皮，慢慢地推皮推到樹頭，所以講樹米嘅用途要照射陽光強。哦，樹米嘅用途哦，會較好食，會較好食。嗰種唔是太粒，係冇見得一定愛太粒啦，太粒就較講款啊，人家較討喜啊，係。尤其用途有一個當鋪角就講，佢越製越好食，越製越好食，真勁啊！係真勁咧。哦，哇！今日嘅專家來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唔過吼，今日既然大蘭啊，係台灣嘅水果王國、水果鄉鎮，當然就唔單槍也用途愛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含貼片帶呀葡萄同大家來分享，有種同大家來分享雅布卡嘅葡萄。雅布卡葡萄嘅品種係哪種品種？我們的葡萄就是巨峰葡萄。巨峰葡萄，對，巨峰葡萄。跟人家啲烏卡林地波種嘅葡萄，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輕重要嘅。去到尾係講要買葡萄嘅時節，我用嚟托葡萄清好。如果去外面買葡萄的話，對，就要看那個葡萄的那個地頭。地頭。跟葡萄連接的那個地方，你就稍微看它是不是有很緊密的連着葡萄。哦，因為有的可能會有些咧會落體，快脫落的感覺。對，那你就已經不新鮮了。或者你可以輕壓葡萄，輕輕的壓就好，因為你去外面買，你壓太大力，或者是人家會生氣。就是它，你這樣輕壓可以感覺到它這個葡萄的 Q 度。哦。你輕壓就可以壓得出來。哦，故說我有意思咧，做唔得太硬，不能太軟，不能太軟，軟就是不新鮮了。哦，對，它果梗連接不好，或者是它水果太軟，就表示它已經過熟了。哦，對，就會才會軟。故說用看呢，還個用命，強嘅命，還有其他方式做得來看冇？比如講，像人家就當家你愛洗葡萄的時節，愛用骨頭拿起來，就會覺得它可能要掉這樣子，都得拿起來愛用吃看那麼。可是你一般去買，哦，人家不願意給你這樣試啊。哦。如果每個人都幫他搖2下，那他就不用買了。所以，比如說我們自己的臉書上面，我會有示範那個甩葡萄，那是因為甩葡萄就是這樣甩，它不會掉啊，就證明它很健康。但是你一般你不會給別人甩，就比如說我今天在我們的攤子上好了，
如果客人要买葡萄，他这样甩，我看我会不开心啊。对啊，不是买这一副卡，对，你买回去你自己甩没关系。对。可是你一般去就没办法让大家这样甩。哦，你买这副卡，迄个你买到懂几个葡萄有没有？买这副卡，按用去甲分行发现购置跌落懂多，按用他一买就没有同期买。就是已经保存有点久了啊，它的新鲜度已经不在了。对，不过你讲到保存，因为当然人会讲，硬爱炸疏松长摘下来嘅葡萄，啊，有的人会讲，硬爱买有病过嘅葡萄，所以也两种哪一种较好呢？因为啲疏松，在树上全熟的，当然它的风味比较好，但是因为它全熟了，全熟之后它的口感就开始变软，就脆弱了。就是开始会葡萄会慢慢变软化，就是乙烯之类的太分布太多了，已经太多散发出来。它果子很香，可是它的葡萄我们吃起来没有那个口感，就是像水软的，就是有一些会勾老嘅嗰种。像我们的葡萄就是大概8分熟的时候，我们就全部剪下来，然后冰进冰箱，然后它也会退酸。古时候变熊也可能算是一个本体退酸的一个步骤，就是因为我们要保存的比较久。对，我们在8分熟的时候，它还是有点 Q， 对，有点脆的时候，我们把它剪下来，然后在我们的冷藏库里面保存，然后对，然后它还会带一点微酸，但是冰的时候它会退一点酸掉，然后你吃到的口感会有点。不会全部都这么甜，就是有点带酸，然后它的口感又很，你咬下去能感觉到你咬到东西 ，Q 的，对，就是咬到东西的感觉，不会说你嘴巴一弄它就烂，就是软烂。原来是安尼，就係講疏風熟嘅。蜂蜜迄凍好，不過可能個口感就冇對，口感就沒這麼好。啊，迄個要經過先合作意思咧摘下來，先變個嘅香樣咪會退酸。對。退酸會含攝嚟到意思咧葡萄酸藥嘅香味，它本身嘅味道，不過口感係凍好食嘅。對。哦，原來係安樣，韓國唔單止安樣，根本也含特別帶一根這個葡萄的酵素，呀葡萄酵素咪係自家做嘅。自家做嘅也係用嚟做嘅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就葡萄嘛，冲粒安尼，一粒粒剪好了，好嘅葡萄，好嘅葡萄剪好來，凍香，倒到嘅乾嘅地步，然後放2砂，2砂的比例我是1比4啊，1比4，哎，真的就是葡萄4斤，好香哦，然後砂糖1斤，1比4，按用自家做就做得來做呀葡萄的酵素，什麼都不放哦，什麼都不放，要好的葡萄。嗰時候呀就係因為不好的葡萄，它會壞掉。對，它會有發酵的，會有發酵酸的臭味。哦，嗰時候做唔得用唔好嘅葡萄，而做呀葡萄嘅酵素，而用清健康的葡萄來做，同嘛？哦，嗰時候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到，雖然也有種嘅係吉元譜，不過吉元譜全部嘅水果、全部嘅果子都是有送驗的。可唔可以做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們送驗的結果？像我們上次啊，我們的葡萄就是送成功大學化驗，然後我們有符合國家安全的那個374項的檢驗。按斗烘嘅檢查。對。然後我們也有跟一些網絡平台合作，然後也達到它的標準，可以上架啊之類的。喺所有人家嘅果子全部都有送驗。有，對，都會有送驗。哦，全部都送驗。那像楊桃的話就是送吉元譜驗，然後葡萄的話就是我們自主送驗，因為我葡萄的話沒有加入吉元譜，但是我們會自己驗。哦。因為自我回來接的時候，就是我比較注重就是這一塊啊，就是用藥跟安全這一塊，所以我會自主送驗。對，真嘅吼，其實像安樣嘅農作物、農產品，有本地老一批人嘅智慧，韓國也後生人嘅新嘅想法，希望老清空間，韓國有清好食品質、清好嘅果子，同唔單將自家食啦，還同消費者來分享，錯冇？嗰時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按到果子嘅知識咯，咩什麼今日嘅兩位來賓，什麼阿發子，什麼葉總，謝謝。謝謝。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，共下來做運動了。